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第19节。以赛亚书30章第19节到26节。使徒行传13章第16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祝福。上帝的约是要爱护以色列人，互基督徒重新被建立。咱昨讲的主题，立约是为着要互人得救，会通进入伫上帝所准备的家。蒙恩得救是一种对天顶所享受落来的福分，因为安尼，咱讲，这是上帝所赐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带予世间人的盼望，予世间人会通伫这个黑暗的中间被解救出来。上帝毋是对耶稣基督降生才开始伊祝福予世间人的应允，其实伫旧约的记载、历代以色列的中间，也是咱伫看新约继续历代的基督徒中不断的应允赏赐。但是真可惜，有真侪人不但无要接受，拒绝，甚至因又搁杀害上帝的仆人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毋通搁哭啊！上帝是主爱的，恁往伊来求援，伊就应答。主要互恁忍受妖恶，但是伊犹原伫一边来教导恁，恁毋免超找恁的老师，说使恁伫路下毋知要安怎行，是要行倒边，还是偏右？你会听到背后有声音对恁讲：这是正路，行去吧。恁爱将镀金还是空银的五常当作粪扫献掉，大声喊闪开。恁夜静的时阵，上帝要降雨，互种子生长，而且互恁得到丰收。恁的牛群会有宽阔的草皮，替恁犁田的牛甲犁会有上好的饲料。恁会对着被屠杀，因的堡垒倒去的时阵，恁的大山、小山拢要冲出泉水。月亮要亲像日头遐尼光，日头的光要比以前搁较光7倍，好若7天的光放伫1天发射出来。上主来报伊这个子民的上喙，医治因所受的鞭伤，这个事拢要发生。基督徒要安怎行伫蒙福的道路顶悬？以赛亚先知安尼提醒：无论你行往倒边，还是行往正边，或者是讲你毋知影要选择倒一边，注意听后面有写讲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伫迄顶悬。对伫选民以色列人，或者是讲现代基督徒来讲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当咱伫生活中无确定的状况的下面，就爱静静去听上帝的声，顺服上帝的引带。但是对伫遐个还未接受的人，还未明白的人，基督徒就有责任去传福音，互人明白并且接受耶稣基督
诚做因的救主，亲像你我共款。若是咱只有看重家己无有整全的生命观的时，就真困难，成做福音的勇士，基督的将兵。亲像伫昨日咱有提到讲，若是无愿意被改变，就无法度有中坚的生命。搁较济的信息，搁较济的营会的参加，拢是假啦。保罗到伫迄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阵，伊就马上真热切来传福音。伊特别针对遮个以色列非基督徒，以及敬畏上帝的外邦人，伊安尼讲。保罗就站起来做一个手势，讲以色列同胞甲所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啊，请听。以色列的上帝拣选我，咱的祖先，当因行卡伫埃及的时阵，上帝互因成做一个伟大的民族，用大权能的手带因出埃及。伫旷野，伊忍受因约有40冬久，伊消灭迦南地区7个民族。将因的土地交予伊的子民。这个事经历过450冬以后，上帝佮甲因设立士师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阵，后来因要求要有一个王，上帝就将便雅悯之族这个中间选出基士的囝扫罗。立伊做因的王，前后40冬久。扫罗被废了后，上帝佮托因立大卫做王。有关大卫，上帝讲：我已经找到耶西的囝大卫，伊是合我心意、顺事遵守我的旨意的人。对伊后代中间，上帝照着伊的应允，为着以色列人立一个救主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开始工作以前，约翰全体以色列人的人民传道，爱因悔改，接受洗礼。约翰的使命得要完成的时阵，伊以色列人讲：恁想讲我是甚物人？我并毋是恁所期待迄一位，但是迄位对我后壁来，我连退伊烫鞋仔也拢不配。福音是上帝所赐福的，亲像伊所有世间人拢准备礼物，就看到、听到的人，或者是看到的人，是毋是愿意接受，这都有关系啊啦吼。如果无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，就会离甲远远远。如果接受的人，就必定会得到福气，因为迄是信实的上帝所应允的，伊必然会实践。要安怎接受呢？就像咱即几工一再强调的，必须爱愿意被彻底来听会，然后才会当真真正正被中坚，领受上帝的赐福。以下有几个建议，互咱兄弟来思考：是毋是咱过去总是坚持家己的意见？现在是安怎无爱改变来学习听？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后壁有声音讲，这是正路。过去咱是毋是常常要求？现在是安怎无爱来学习付出？听是愿意牺牲的。过去一直拢咧批判，现在是安怎无爱开始学
学习学了，感谢，因为圣经教导咱凡事着感谢。过去逐工伫咧埋怨，是安怎现在无爱学习来领受？圣经讲喜乐是良药，忧伤互骨孤单。过去总是每摆总是会冤家，是安怎现在无要努力来学习平静？耶稣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。过去总是掠做家己永远是对的，现在是安怎无爱停落来听看卖，看看卖，因为主讲谦卑的人有福气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也有感觉什么代志需要被改变，才会当得到福气的呢？咱做伙来努力。诗篇72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赏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于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互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来伸冤，伊会拯救善车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干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得土地。伫伊座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。至关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其伊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，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恳求上帝帮助阮重建阮的信心，互阮愿意重建甲你的关系，互阮的生命被重建成做上帝圣神的圣殿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